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2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啊。今天这个走势啊，可以说又是金融消费者消费的一天呢。截至收盘，沪指跌0.22%，深成指跌0.72%，创业板指数跌0.96%。最厉害的啊，最靓的仔就是北证50指数大跌6%。这个从 K 线图上看啊，这个北证50啊，就是一个断头铡刀的一个形式啊，一阴穿几根阳线啊，7、8根阳线啊，这个7、8根 K 线啊，这个是个不好的信号啊。全市场4400只股票下跌，只有几百只上涨。这个成交额呢，沪深两市啊，这只有1.1万亿，比昨天啊又少了700亿。这个形势啊，非常这个凶险，这个走势啊，你就感觉有可能要复制啊北证50的走势。实际上本来今天啊，应该是北证50走势啊，但是啊，大家都知道这沪市里面它有银行股啊，今天银行股继续走强，再创历史新高，所以这个指数啊是严重的失真啊，银行股逆势走强，浦发银行等多股盘中再创历史新高，4400只股票下跌，也就是90%几的股票都在下跌，银行股逆势创新高。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我在去年就说银行股，因为大家都知道银行的利润呢，那肯定压力非常大呀。咱们说过，你就从哪个角度来说啊？你就是比如说给实体经济让利，要发展实体经济，现在实体经济不赚钱，银行赚钱，这个也说不过去啊。就是你从这个大政方针上看，它也不符合这个大政方针，对吧？喊了这么多年啊，给实体经济让利啊，现在实体经济都在赔钱呢，或者是利润非常薄啊。你看看这个2024年沪市的利润几十都是银行的，银行一共才30-40只股票啊，现在市值是超过了10万亿，它的利润啊是整个沪市的多少啊？我印象中40%吧，什么概念？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种现象能持续吗？没听说一个国家说只有银行在赚钱，其他的行业都在赔钱或者不赚钱，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稳住指数。第二个啊，这个因为银行它跟实体经济不一样啊，你实体经济你说你好，你东西卖掉了吗？你比如说房地产实体经济，你万科你说你业绩好，那你房子卖掉了吗？你卖了一套房子你能赚多少钱呢？这玩意都是实打实的。但是银行它不一样，对吧？银行它也不用卖东西，它那个钱你已经分析出啊，它有种种的负面这种因素，但是人家稍微把那个口径改一下，你比如坏账，这本来啊你这一笔1个亿的贷款应该是坏账了，坏账就要计提，那你利润是不是就没了？但是他不把它当坏账，他不计提，对吧？他就要那个债务人，对吧？你把那个利息给我还上，利息还了我就不说你是坏账，不算坏账那他就不计提，那你这么玩，对吧？就是种种啊，就是他通过各种这个调节啊，对吧？各种算法，总之他让你看不出他的坏账，最后实在不行，那坏账找人给他接了，对吧？卖到什么左口袋倒到另外一个右口袋去，不良资产啊，对吧？处置给其他公司给他买走，你不就不知道了吗？所以你看啊，这个银行的这个股价就不停的创新高。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啊，你只要小散户不买，它永远创新高，非得逼着你散户受不了了赶紧去买，等到你买的时候它就是出货，对吧？掉头向下的时候，现在等着你买呢。现在散户是不敢买啊，当然胆儿大的买啊，他是看，对吧？等到什么时候买的越来越多了，行了，都给你吧，你不喜欢吗？所以今天就出现这样的奇观啊，4400只股票下跌，银行股一枝独秀。大家也看到了啊，对吧？这次央行下调 LPR， 结果这银行做了啥，对吧？国有银行、其他的股份制银行还有地方银行、小银行动作都非常整齐划一啊，就是存款利息给你下调了，但是它按揭贷款那利息可没动啊，对吧？它是先往上调，再给你往下调10个基点，下那没动，但是它存款利息都往下调了，银行的利息差就是存贷差呀，反而扩大了，这有利于改善银行的这个利润。你看看，咱们一直说啊，丑媳妇最终是要见公婆的，就纸是包不住火的啊，对吧？你可以往后滚，你滚到明年，滚到后年，你这个坏账总有搬出来的时候啊，越来越多的人还不起贷款了。这个港股的恒生科技啊指数跌2%，港股3大指数尾盘跌幅进一步扩大，就是咱们沪市收盘以后啊，这港股还在交易嘛，这个尾盘它是跌幅扩大，恒生科技指数跌2%，恒生国企指数
跌1.4%，什么意思呢？科技股崩盘是吗？这个啊，咱们昨天说了，这个跟这个高盛啊、高级黑有关系啊。高盛居然说拼多多是科技股，那你说你能不跌吗？高盛还建议啊推荐买入百度，那你说它能不跌吗？这高盛是妥妥的啊高级黑。这个中国经营报报道啊，说去年 A 股上市公司共分红2.4万亿，1000亿回购增持护盘 ，A 股配置价值进一步凸显。5月19日，证监会副主席在深交所主办的2025全球投资者大会上公开表示，上市公司更加注重回报投资者。2024年 A 股上市公司共实施分红2.4万亿元，那2亿的这个金融消费者，那平均一下啊，人均是1.2万，这分红啊，回购股份1476亿元，均创历史新高。越来越多的企业一年多次分红，沪深300指数股息率接近3.6%，它这个账说的挺好的啊，那股息率接近3.6%，那你比银行的那个3年期要强多了。银行现在啊，6大国有银行3年期的存款利息大概在1.5%左右，哎，这多不了多少，少不了多少。那你看看啊，你这沪深300的股息率是3.6%，那是那个3年期贷款的2倍还多啊。那是不是大家应该把银行的钱拿出来，就赶紧去买这个沪深300指数啊，就买这个股票？你要这么想，你就想多了。回报投资者的稳定性、可预期性进一步增强。目前 A 股估值水平仍处于相对低位，沪深300市盈率12.6倍，明显低于境外市场主要指数，配置价值进一步凸显。这里面就说到了这个回购股份啊，关于回购股份呢，也有很多猫腻啊。大家熟知的啊，这证券市场的专家刘继鹏啊，他就揭露了一个所有人都不敢讲的股市真相。大家看视频。今天跟大家谈一谈根本问题在哪儿，我就讲我在外边没讲过的啊。现在我们股市这个一共是5400家，这里边要看的是什么呢？看的就是创业板、上交所的科创板合起来1900家左右。这1900家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行动，他们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严重侵蚀股民的利益。科创板之后，上海就发明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这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说穿了，就是以回购和定增的方式，用5折的价钱买市场上10折的股票。现在一共有1100个公司，已经搞了1800个这样的方案了。最大的一个我最近接触的是3300万股，这个它的来源，他们就给这个高管定增。你比如你要发300万股还是400万股，定增的价格就是5折，这是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就是这些企业都刚上市，都是高溢价，都是存在着3高超募，有大量的资本公积金。你们先用这些钱在市场上较低价格的时候把股票买了，然后你再报一个计划，5折卖给你的高管。根本问题在哪儿？第一个，定增向社会上增发，他们凭什么用5折来买啊？国外都没有这些。那么第二个呢，你也是你的股民给你的高溢价的收入让你买的这个股票。假如你的 IPO 是31块钱，这是一个平均价了，1块钱进股本，30块钱进了公积金，那你就堆积了大量的公积金和现金。你拿这个现金在二级市场上买的股票，然后再5折给你的高管。12个月以后，高管把钱给了公司，而且到中证登记了，归属日以后7天也好8天你就可以卖了。这严重的侵害投资人的利益，不管是定增还是回购，花的都是我们股民给他们的钱。所以1800份方案已经发生了，没人揭露这个事儿，我就决定揭露这事儿。所以如果有些同志还没听懂，我告诉大家这个意思。比如说最近呢，我接触的一家今天的股价是11块1毛5，首先他就获得了一个折价的收益，他当时价格是3块钱，然后呢市场价格现在11块钱，他又获得了一个资本利得，所以资本利得加上折价收益就是他的总收入。而且这个买的人可以是公司里的20%以内，最多的一家有4000多人买。所以我就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还在市场上是有问题的。现在市场上就在发生这些事儿，我们都不清楚啊。我就决定揭露这事儿，股民的情绪、股民的利益你必须得照顾。如果认准了这一点，我想中国怎么能起不来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你看啊，刘继鹏说啊，1800只股票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1800个镰刀啊，而且是大号镰刀。他们上市的时候本来就有溢价，韭菜买了之后，韭菜出的钱，对吧？他募集的资金啊，进了他资本公积，然后用资本公积的钱去回购股票或者参与增发，然后把这个股票啊5折卖给高管，或者是这个上市公司有这个资格的人5折，等到这个他们股票一过户到个人账户上，过上个几天，他就可以在市场卖了。你看这一下，这不是妥妥的这个拿韭菜的钱去养肥这上市公司的高管吗？怎么天下还有这样好的事啊？这可是刘继鹏说的啊，1800只股票都这么干。你说这个参与胡适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些韭菜一个个的还做梦在那想做股神呐，想做什么长线投资者，想通过跟七大姑八大姨借点钱去炒股，能翻身，能实现财务自由。你看看多少把镰刀等着你啊！这个就是赤裸裸的，就是要割你的钱，不服是吗？这个也是闻所未闻啊，其他资本市场不可能出现就这种现象，就公司出钱回购这些股票，然后5折，对吧？卖给高管，高管再把它一卖，人家转手就赚多少钱了？5折增发。通过这一套机制啊，就是散户的钱合理合法的就进入了上市公司少数人口袋，对吧？这是一种制度性安排。上市公司是一种公众公司啊，公众公司怎么会把自己的公积金、自己的利益打折给高管呢？这不就是典型的另一种叫花大头的钱吗？那你说股民谁逼你去把钱往大头那放啊？那不是你自己自愿的吗？没人逼你，对吧？这股民金融消费者还琢磨着割别人的钱，这回好了啊，别人的钱没割着，先把自己割了。我们再看一个奇葩公司啊，这个5月20号，浙江证监局发布关于对众泰汽车及公司董事长胡泽宇等7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这个众泰汽车啊，你说它奇葩到什么程度啊？在4月份，众泰汽车发布的2024年业绩报告显示，2024年众泰汽车营业收入5.58亿元，同比下滑24%，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负10亿啊，它就是营业收入是5.6亿都不到，就是他卖东西，你别管他卖什么，他一共卖了不到6个亿，5.6亿啊，完了他亏损是亏了10个亿，你说公众公司就这么糊弄是吗？这还没完啊，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是负的14.69亿，也就是将近15亿，亏了更多啊，亏了15亿，同比增亏49%，也是多亏了50%。按道理说，你这公司亏成这样了，对吧？那高管的薪酬是不是要降一降？也就是你公司业绩这么差，他没有啊。高管薪酬方面，2024年众泰汽车董监高薪酬总额955万元，比上年同期591万元增长62%，也就是它业绩是巨亏，亏损增长对吧50%。那按理那你就算绩效吧，各种对吧算法，按我们正常人的逻辑啊，那你这董监高的工资肯定要降啊，你对吧？你的绩效奖金你都没达到啊，他反而还涨了62%。其中董事长胡泽宇税前薪酬197万，这个确实说不过去。你说就那一年亏，是因为他大量的坏账计提或者其他什么特殊原因啊？实际上对吧？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啊，对吧？那亏的都是不好的资产，高质量发展的资产它是虽然少，但是它是增长很快。你这么一解释，好像它未来希望还挺大，对吧？去年把低质量的都抛弃了，发展高质量的，那这么说也说得过去，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个众泰汽车啊，连续6年亏损，那你说你高管还拿这么多钱就不合适了。还有2024年众泰汽车它的整车汽车的销量是14辆，暴跌99%，这就合着2024年总共就卖了14辆车，一个月1辆。然后它生产汽车是2024年就生产了0，就没有生产汽车。它现在还有库存汽车336辆，它的汽车都是手工打造的吗？都是库里南还是什么？你看少而精，对吧？库存也只有300多辆，也不多，然后一年就卖了14辆。那有人就说了，那它主营业务不是卖汽车，是卖配件和门，那你又搞个汽车干啥的？叫众泰汽车干啥呢？是不是前一阵子这个对吧？前几年新能源汽车火的时候，他把名字也改成众泰汽车，实际上他是卖配件的，也是讲故事。所以说你说胡适都是这种公司，他怎么好得了？最近这个胡适又开始狂炒重组了。我上一次节目说了20多年来这个玩法没变，兜兜转转又开始玩重组概念。华夏时报报道A 股再现并购重组潮，为进一步吸引资本市场长线投资者，监管层再次祭出大招。证监会近日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这个咱就不说了
啊。总之啊，二级市场啊又掀起了并购重组潮啊，牛鬼蛇神啊又集体出动啊。一说到并购重组，那肯定是垃圾股就是上天啊，只有垃圾股才会整天重组嘛。首先啊，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这个 ST 宇顺25个交易日收获22个涨停，也就是每天都涨停，一个月收获22个涨停板，股价涨2倍后，新 ST 宇顺突然宣布停牌核查。这种垃圾股新 ST 宇顺就马上就要退市了，你说在这个资本市场留着它作妖干什么呢？25个交易日22个涨停，为什么？就因为它传言要重组。新 ST 宇顺最新公告称，公司股价波动幅度较大，自3月31日至5月20日累计涨幅达204%，翻了2倍啊！自5月21日开市起停牌核查，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交易日。带飞新 ST 宇顺股价的因素是并购预期。1个月前，该公司称拟现金收购中恩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100%股权。消息披露后，该股连收14个涨停，股价更是从3月底的4块5上攻至14块5，累计涨幅超2倍。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个垃圾股，马上要退市了，他就放个风啊，他公告他说我要收购哪2个公司，那2个公司也挺有意思啊，叫中恩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你看听这名字就高大上，中恩云嘛，你是云计算吗？或者是人工智能？总之啊，绝对是高科技。哎，你说这个中恩云这个资产如果真的好的话，它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注册制直接上市呢？为什么要非卖给这么一个垃圾公司呢？就大家这些这么一天到晚琢磨着牛市的这些高手啊，你不动动脑子想一想吗？如果这个中恩云这个资产真的是像宇树科技一样的啊，或者像什么 DeepSeek 那样的，你倒是自己去香港上市，对吧？要么就是注册制，他为什么非要卖给一个垃圾公司呢？或者是借壳垃圾公司，对吧？反向收购，说来说就是炒作，就是炒概念，就是忽悠这些金融消费者，这些傻子。虽然股价表现在 ST 板块中一骑绝尘，新 ST 宇顺却面临着巨大的保壳压力，也就是它随时会退市。这么一个在 ICU 病房高危的，居然受到市场热捧。据披露，2024年公司规模净利润、扣非净利润分别亏损 0.18 亿和 0.21 亿。本月初，公司还被深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就是马上要退市了。这不是就是坟头蹦迪吗？问题是啊，后面来了啊，这个第一财经报道啊，说为保壳，新 ST 宇顺频频出手并购。去年4月，公司启动对上海福邦实业有限公司75%股权收购，该笔交易于上月完成。紧接着，公司又马不停蹄启动了对上述3家公司的收购。然而，新 ST 宇顺已资不抵债，截至今年3月底，公司货币资金余额1450万元，负债1.55亿元，且现金流吃紧。为解燃眉之急，公司频频向控股股东上海凤旺实业有限公司伸手要钱，也就是借钱。这不就是炒股吗？炒概念吗？你说就这么一个原本啊应该痛痛快快的麻溜的退市的这么一个企业，非让它留在市场就丢人现眼了，留它在市场表演。今天要收购这个，明天要收购那个，它主营业务肯定是全是完蛋了。这就是我说的啊，5300只股票，你至少1000多家，赶紧让它退市，不要让它在资本市场丢人现眼，痛痛快快让它退市。你越优柔寡断、投鼠忌器，它越要保壳。它为了保壳，它什么手段都用，讲故事、做假账，把整个资本市场生态都搞坏了，对吧？明明这些都应该退市的，就明明知道他们，如果你不让他退市啊，他就要干坏事，因为他为了保壳啊，保住这个上市主体，但是他又没那个实力，那怎么办？他只能弄虚作假，对吧？这个就是啊，这叫顽疾，这个病他没法治，因为美国后面他都有个神仙，要通过这个来赚钱，所以这个金融消费者一个个的啊，买股票卖一卖就能不劳而获，那典型的是怎么喊都喊不醒呢。21世纪财经报道啊，他说 A 股又现精准减持，不是天天说不准减持吗？结果你前面说不准减持，人家后面叫精准减持，就踩着点儿减，这大耳光子扇的。这股价飙升后，王子新材滥杀股份，股东忙出逃。21日盘中上演地天版的王子新材，晚间发布异动公告称，公司关注到可控核聚变热点概念。经自查，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新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储能电容和支撑电容产品，起到储存和快速释放能源，保证电源输出平稳的作用，类似于稳压器吧。该产品在公司业务中占比非常小，合同金额占2024年
度经审计，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比重不超过3%，3%啊，就是他卖这种产品只占了总营业额的3%，短期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没有办法，它跟可控核聚变热点概念有那么一点挂钩，所以这王子新材股价就是暴涨。值得注意的是，王子新材股价较近日低点已实现翻倍。你看4月9日该股盘中最低报7块5毛1，5月12日开启加速上涨，至5月20日实现了7天4板。截至今日收盘，王子新材上涨2.69%，报15.67的，已经翻了1倍。人家公司出来辟谣说我们呢跟什么可控核聚变关系不大。你说这些炒这个什么可控核聚变的不都是些赌徒吗？这都是赌博啊！同日晚间，3连板的滥杀股份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说上市公司基本面未发生改变，公司估值明显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公司股价存在被炒作风险。4月9日至今，该股累计涨幅超82%。滥杀股份它是干啥的呢？它是生产袜子的，主要是女性那个丝袜，它是纺织品啊，它是生产袜子。居然这样的公司又遭到爆炒，也不知道炒到什么概念，1个多月将近翻倍。公司出来发公告说，我们公司估值太高了高于同行平均水平，而且公司股价存在被炒作风险。好了，人家可说了马上大股东就要减持，说滥杀股份披露，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巨浪科技有限公司减持股份告知函。西藏巨浪于5月21日通过集中竞价卖出公司97万股。你股价炒得太高，人家二股东，这是二股东赶紧卖股票，你要全给你吧。所以这就叫讽刺，对吧？那美股在炒科技股，英伟达、特斯拉、谷歌、苹果，咱们在炒什么？那高盛就是高级黑咱们在炒什么？说拼多多是科技股，完了生产袜子的暴涨然后你那个产品跟那个什么概念，只要挂上钩，管你公司有没有营业额只占3%，它的股价翻2倍。你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在里面？吓得人家股东赶紧的跑对吧？你拉这么高，但是人家都说了这股价高了你再拉我就跑了，都给你。经济观察报报道又一只妖股叫中易达，说2个月涨超3倍，公司股价严重脱离基本面。这是经济观察报报道的自3月10日以来，中易达陆续披露16次股票交易异动公告或风险提示，并表示公司股价严重脱离公司基本面，存在较高的炒作风险，但目前股价仍持续波动。中易达在5月21日最新发布的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中称，公司 A 股股票自2025年3月10日至5月20日期间累计涨幅312%，但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2024年度处于亏损状态，公司市净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那意思就是简直就是求大家别炒了，就这个不行这个金融消费者还得炒中易达是生产什么的呢？实际上中易达就是生产那个化工产品，跟高科技完全不沾边跟什么人工智能、算力、人形机器人也不知道他中了什么邪现在是3400点不到，就已经这样这个妖魔鬼怪妖魔横行了。你说这样到了4000点，到了14000点，那什么概念？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咱们继续密切关注这个胡适他接下来他怎么唱，他还怎么吹，对吧？一个严重脱离基本面，对吧？一个主要利润靠银行，而银行呢，这个利润是难以为继。就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怎么涨，对吧？看它怎么保住这目前点位。欢迎大家留言评论、点赞、转发，谢谢大家。